新加坡今次真係落重手啦，一場大風暴正緊席捲全網。早排歐洲接連爆出基單印裔群體嘅惡性事件，呢把火順住條網線直接燒到嚟亞洲。新加坡作為典型嘅多元社會，印裔又係第二大族群，網上自然就炸開咗喎。大家平時傾下熱話，最多夾雜幾句情緒化嘅吐槽，呢啲其實都好正常。按常理嚟講，遇到呢種社會風波，政府出嚟做下和事佬，呼開大家要保持理智，順手封咗幾個大節奏嘅極端賬號，基本也就平息啦。再遇到類似嘅事，係咪都係呢個套路先？但係今次嘅情況完全唔對路，新加坡政府一反常態，直接跳過咗摸褲階段，製出咗堪稱雷霆萬鈞嘅一刀之強力手腕。警方直接喺全網發通告，只要係沾上嘲諷或者抵制印裔嘅貼文同影片，你係普通網民嘅吐槽定係極端嘅言論，根本唔問緣由，一律強行刪除。唔單止咁，只要你咁發，賬號直接被拉清單查水表，連內閣高官都親自落場站台，放晒狠話，絕對唔穩。喺任何人挑戰呢條紅線，態度冷硬到冇任何商量或者緩衝嘅餘地。可能有人會問，呢種毫無預兆嘅極限施壓，真係能將民眾鎮住咩？結果係非但冇鎮住，反而直接點燃咗全民嘅怒火。普通老百姓徹底唔買賬啦，大家伙都喺度質問，講好嘅言論自由去咗邊？針對公共事件發表嘅正常睇法，點解就直接被扣上咗破杯國家重組根基嘅大帽？一場看似普通嘅網絡輿情，點解會令新加坡高層如臨大敵，甚至唔知咩上搞晒言論嘅萬名都要強行封口？呢把火到底燒到咗邊個嘅痛處？水面私下到底藏住幾大嘅利益盤？表面上呢係一場為咗維護種族和諧嘅道德保衛戰，但如果脫甩呢層政治正確嘅外衣，入面嘅算計簡直令人背脊發涼。呢度邊係咩單純嘅社區？保護呢個本質上就係權力核心層為咗穩固自己嘅基本盤進行嘅一場極限自保。好多人可能只係睇個熱鬧，覺得新加坡咪就係一個華人佔多數嘅社會咯。點解遇上印裔嘅事就立刻變得咁神經質？大家將事情諗得太簡單啦。你哋要知，印裔喺新加坡嘅真實地位絕對唔單止係人口普查帳面上嗰一成嘅數字，佢哋嘅影響力早就已經好似樹根咁，深深滲透入新加坡政治同經濟嘅每一個核心命脈度。你可以抬頭睇下新加坡嘅政壇高層，由總統到內閣嘅核心部長，印裔權貴嘅身影幾乎無處唔喺。佢哋唔係邊緣化嘅少數派，而係真正坐喺權力分賬台前嘅莊家之一。呢種深度捆綁嘅政治格局，早就令印裔成為咗新加坡統治階曾未頭不可或缺嘅鋼筋骨架。咁問題就嚟啦，澳洲嗰邊爆出嚟嘅惡性事件，點解能令新加坡高層打出一身冷汗？因為喺互聯網時代，輿論係冇國界嘅。歐洲嗰邊嘅火星一跌落新加坡本土嘅論壇上，就會立刻引燃大家對本地印裔特權階層長期累積嘅不滿情緒。如果任由呢種抵制同爭論嘅聲音蔓延開去，呢個就唔係簡單嘅網上打嘴炮啦，而係會直接動搖收復新加坡統治集團嘅權力根基。所以大家睇得明未？點解政府今次寧願孭上言論搞殺嘅罵名，寧願面對普通民眾嘅強烈反彈，都必須第一時間採取最剛猛嘅手段將紅線喝死。佢哋要防嘅根本唔係啲咩極端嘅種族主義言論，佢哋要防嘅係外部嘅輿論風暴引發本土權力結構嘅雪崩。為咗保住呢班權力核心圈嘅核心基本盤，為咗唔俾呢場火燒到自己身上，普通民眾嘅話語權算得啲咩？當然係第一時間被擺上祭壇當成犧牲品啦。呢啲只係政治大佬們為咗保住自己個位喺度搞微操啫。大家仔細諗下，事情真係有咁簡單咩？新加坡係個咩地方？佢可以喺東南亞呢片強敵環伺嘅泥潭入面脫穎而出，一躍成為亞洲甚至全球嘅頂級金融中心。佢真正嘅立國之本到底係乜？其實並唔係佢嘅地理位置有幾咁優越，亦唔係佢嘅基礎設施有幾咁豪華。佢能夠吸引全球有錢人嘅核心賣點，其實就係兩個字：穩定。我哋要知道，資本呢樣嘢天生就係最細膽亦最敏銳嘅。邊度有風吹草動，邊度有唔穩定嘅苗頭，佢走得絕對比邊個都快。而今次新加坡高層搏晒老命，都要死保印裔群體嘅背後，其實死死咬合住一個巨大嘅跨國金融齒輪。
頭先我哋講咗，印度喺新加坡唔單止佔據咗政治嘅高地，喺經濟領域同資本市場上，佢哋背後嘅巨量財富同跨國資本，同樣係不可忽視嘅巨無霸。新加坡呢幾年拼命吸納全球外資，其中好大一部分超級富豪同家族辦公室，就係同印度權貴有住千絲萬縷聯繫嘅跨國財團。一旦民間呢種抵制情緒徹底失控，呢種排斥嘅風潮由網絡蔓延到現實中嘅商務同金融領域，嗰啲將身家性命都放喺新加坡嘅全球大鱷們會點諗？佢哋會覺得呢個曾經承諾絕對安全嘅避風港，亦開始變得不可預測啦。社會撕裂嘅風險就喺眼前。可能有人會問，網民喺論壇上吐槽幾句，點解就能夠扯到跨國金融危機上去呢？大家將國際資本嘅敏感度諗得太低啦。喺全球金融資本博弈呢盤大棋入面，新加坡而家嘅處境其實非常微妙。作為全球最重要嘅匯率交易中心同原油定價樞紐之一，新加坡必須時刻向全世界傳遞一個信號，那就係無論出面嘅世界點樣風雨飄搖，我呢度永遠都係絕對安全、絕對中立嘅鐵板一塊。如果對民間呢種對立情緒聽之任之，導致核心資產嘅持有者產生動搖，一旦核心資本出現恐慌性出逃，咁對新加坡嘅本幣匯率、股市仲有散戶金融，睇下都將會係毀滅性嘅打擊。呢背後其實就係一場赤裸裸嘅金融收割與翻收割邏輯。所以喺呢個關鍵嘅骨折眼上，為咗穩住外資嘅源源不斷流入，為咗保住金融中心呢粒皇冠上嘅明珠，普通老百姓個少少微不足道嘅話語權，自然就會喺第一時間被毫無懸念咁擺上祭壇，成為隨時可以被犧牲掉嘅代價。新加坡高層喺上面拼命住個蓋，但呢盤棋局入面嘅其他玩㗎，對眼可都毒得很，個個都喺暗地裏打緊自己嘅算盤。喺呢個冇硝煙嘅戰場上，新加坡內部嘅每一次撕裂，喺對手眼裏都係一頓倒鐵大餐。首先就係新加坡本土嘅底層民眾，大家今次點解唔買賬？真係單純為咗個少少口舌之快去針對某個族群咩？絕對唔係大家反對嘅，為呢種明目張膽嘅雙重標準。同樣係涉及族群嘅討論，針對其他小群體嘅言論，官方可能也就只眼開只眼閉，但一到印度呢度，待遇立刻坐火箭升級。老百姓其實早就睇透啦，佢哋而家係用呢種憤怒同反彈，嚟同嗰班高高在上嘅特權階層爭奪日益萎縮嘅發聲空間同生存之餘，呢種民意嘅積怨就好似高壓煲入面嘅蒸汽，今次雖然被國家機器用鐵腕死死壓住咗，但底下嘅火其實仲燒緊。再睇下周邊嗰啲做就虎視眈眈嘅鄰國，大家仔細諗下，東南亞呢片地盤上，邊個唔想將新加坡身上嘅財富分一杯羹？隔籬嘅競爭對手們正眼眼旁觀緊呢。喺佢哋眼裏，新加坡引以為傲嘅穩定神話，只要露出一絲裂縫，但係佢哋承接外資轉移、搶奪跨國公司總部嘅絕佳機會。只要你呢度因為族群同言論管控問題，搞到不可開交，外邊嘅資本只要有一絲猶豫，周邊嘅群狼就會毫不猶豫禁波，上嚟虎口奪食。最後仲有嗰啲高高在上嘅歐美老牌帝國，別睇佢哋而家自己屋企因為難民同族群問題早就搞到一鑊泡，佢哋對亞洲呢個超級前代嘅審時可從來冇停止過。佢哋一邊喺國際輿論上對新加坡呢種鐵腕管控指手畫腳，一邊重新評估緊呢個金融中心喺極端風險下嘅韌性。佢哋隨時準備利用呢種內部撕裂嘅節點，喺匯率、資產定價以及地緣博弈上做文章，爭取令自己喺呢場利益重新洗牌嘅邊高，捉摸到最大嘅嗰個蛋糕。所以大家睇得明未？喺呢個全球博弈嘅宏大棋盤上，冇人喺扶普通新加坡人喺度諗緊嘛。所有玩家都盯住嗰個叫做權力同資本嘅籌碼，隨時準備自己嚿肉落嚟。可能有人會問，呢場搞到滿城風雨嘅輿論大戰，最後到底會點樣收場？結局其實並唔難預測。喺國家機器強大嘅鐵腕面前，民間嘅抗議同不滿好大機會被強行壓制落去。唔使幾耐，網上嘅雜音就會被清理得乾乾淨淨，表面上嘅平靜同所謂嘅重續和諧，亦一定會再次恢復。但係大家仔細諗下，呢種靠強
力單押穩利益平靜，真係能消除隔閡咩？被強行住嘅傷口只會加速潰爛，社會底層嘅信任裂痕，一旦被徹底撕開，就再都無法捏合啦。普通民眾同特權階層之間嘅嗰層窗戶紙已經被捅破，呢粒埋喺社會深處嘅暗雷，只會隨住時間嘅拖延越積越大。講到底，呢場風波將呢個世界最冷酷嘅現實主義邏輯，赤裸裸咁展現喺我哋面前。喺呢個弱肉強食嘅叢林法則裏頭，從來就冇咩絕對嘅公平同正義。溫情脈脈嘅宣傳口號，喺冰冷嘅政治利益同資本博弈面前，連一張抹汗嘅紙都不如。當普通老百姓嘅合法發聲觸碰到咗頂層利益集團嘅權力、基本盤同財富奶酪嗰陣，對唔住，你引以為傲嘅權利立刻就會變成被隨時清除嘅垃圾被冚聲、被犧牲。呢個就係底層喺呢個錯綜複雜嘅權力結構中最難以逃避嘅冰冷宿命。魔幻嘅現實往往比劇本更加骨感。唔好忘記點讚訂閱，帶你擊碎信息差，睇透呢個錯綜複雜嘅世界局勢。我哋下期見。